一股協調一致嘅運動正喺靈裏面興起。呢個並非單一或孤立嘅事件，而係層次分明、充滿意圖，並按照神聖秩序運行嘅四股屬靈嘅浪潮，同時向前推進。每一股嘅範疇都截然不同，但卻係合一運作。全球浪潮正在塑造列國嘅方向同世界嘅意識。洲際浪潮正在形成匯聚，連接溪流、文化同族群。區域浪潮正喺度建立治理同埋地域性嘅權柄。國家浪潮正在透過領袖、結構同百姓嘅心喚醒餘民。呢四股浪潮對應住地極四方，係主招聚並差遣之處。然而呢個並非普通嘅運動，而係一股深層嘅屬靈力量，從古老嘅根基之下釋放出嚟，帶住權柄、緊迫感同埋明確嘅目的。最大危險唔在於浪潮嘅大小，而在於失準。當呢啲浪潮獨立運行時，佢哋嘅力量就會被削弱，全球性嘅變得遙遠，國家性嘅變得被動，區域性嘅失去方向，洲際性嘅轉向內耗。當呢啲浪潮喺時機、方向同意圖上同步時，佢哋就會匯聚成一股單一推進嘅力量。佢哋如同四個編隊嘅鷹群咁移動，每一隻都目光銳利，展翅高飛。當佢哋一同升起嘅時候，就開始好似一個身體咁運作。從遠處睇，佢哋嘅動作喺天空中形成咗活生生嘅圖案，如同萬鳥齊飛嘅群飛。看似複雜嘅運動，卻係精準支配，冇碰撞，冇競爭，亦都冇混亂。每一隻鷹都清楚自己嘅位置，並為咗整體嘅緣故而調整。呢股匯聚嘅目的，一艘復興嘅方舟已經預備好，並漂浮喺水面上。喺方舟之內，一個國度家庭正被保守。佢哋並非從歷史嘅洪水中撤退，而係被載住穿過洪流。呢一艘方舟並非由單一嘅浪潮所支撐，一股單一嘅浪潮可以將佢抬起，但無法將佢向前推進。一股對齊嘅海嘯係必須嘅，只有四股浪潮匯聚嘅運動，先至能夠推動呢一艘方舟。只有統一嘅動能，先能夠將佢推過地方性嘅水域，使其航行全球。呢個唔係一場毀滅嘅運動，而係國度嘅推進。對齊嘅海嘯並非方舟嘅敵人，而係方舟駛向其使命嘅途徑。喺呢個季節，神並非要放大其中一股浪潮，而係呼喚同步。對齊唔係一項選擇，而係運動嘅引擎。擺喺我哋面前嘅問題，唔係邊一股浪潮最強大，而係每一股浪潮係咪願意和諧咁運行。神正從四個方向形成一股單一推進嘅力量，為要使復興嘅方舟唔再漂泊，而係航行於列國。